當撳錢已經成為生活嘅一部分，仲會唔會有咩新驚喜咧？梗係有啦！8月22號開始，撳錢會進化到 version 2.0。每個月嘅最後一個星期日，我哋都會變成撳錢出糧日，總獎金去到50萬。至於其他嘅星期日咧，都會變成全民撳錢狂熱夜。咁即係話100台同101台嘅朋友都可以一齊撳錢啊！哇，好興奮啊！至於撳錢節目會變成星期日至4，由22號開始變身第一擊，晚晚都係主題之夜。22號星期一，香港有班夜遊人帶你一齊睇下香港嘅夜晚有幾好玩。23號星期二，一班青春火辣嘅靚女同你一齊熱到暖暖下。24號星期三，解構神秘嘅 ABCD 加偵探，解構佢哋嘅查案過程同埋身上嘅高科技器材。25號星期四，撳錢同你過大海 ，Icy、Scarlett 走訪澳門最新蒲點玩轉梳打埠。星期日至4，撳錢預埋你。